其他消息，咱来关心台中当时的石角溪昨昏要暗仔溪水涨起来，有两个吊溪是吊伫溪中，尾仔加载拢有平安救起来。台中市东势区东势高港旧校区边的石角溪，11晚暗溪水涨起来，伫咧溪边吊溪的两位吊溪，一个人赶紧走起来，另外这位59岁姓张的吊溪，因为水正错流，掉伫咧溪中无法度上岸。2名张姓钓客在东市区石小溪下游钓鱼，因午后大雨，溪水忽间暴涨，其中一人受困于溪中。警方获报后立即通知消防队，并于现场警戒。台中市消防队接到报案，出动第2大队加东市消防分队、消防车、救护车加8位消防员去救。消防员先撩溪过去，伫这位吊溪生物顶绑索啊。可以慢慢撩过溪爬上岸。消防人员尝试架设绳索涉水接触患者脱困，并将急流救生衣让患者穿戴后，由消防人员成功引导护送上岸脱困，皆无受伤。这位吊溪要被安全救起来，并无受伤。消防局呼吁民众，这几天几头了拢会落雨，山区的土石水感觉正饱，容易引发土石流的灾害。建议较莫去山顶抑个溪边耍水钓鱼，保护家己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